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来往真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这是导演养生设备，一片呢是真欣赏，一片是菜欣赏。以下同观众朋友做示范呢，是我哋呢霹雳鸭掌。霹雳鸭掌呢，它通俗嗰度嘅，更加呢我哋呢腳胸腔打開嚟，以肩頭同法。松樹拿行起來，右手數指朝大行，左手朝大行。等一下時間，我哋呢右手拿上去，也松樹呢一個向下背，一個向大行。向大行係我哋嘅眼神上下放出來，放出過後呢，我哋呢重新移到左邊，我哋左邊嘅時間，我哋嘅眼神打出來，一隻手呢傾下去，左手重心喺左手，我哋呢左手傾下去，右手向側對左側邊放長出去，更加呢我哋呢肩頸轉一下。轉一下過後呢，我哋腰骨變鬆來，壓上下去，壓下去過後呢，我哋呢雙手呢轉一下，轉的時間，我哋左右呢側面的時間，手指呢一個手指朝前面，一個手指單方的手指手心呢向落背，手指朝後背，朝後背過後，我哋呢手呢。傾下去，轉一下，轉呢到兩隻手，佢像咧斷球嘅，手心相對，手心相對，上下一個，右手向下背，左手向單方，天天嚟放放起來，放放起來到我哋呢正面嘅時節，我哋呢手棍臀腳棍，右手嘅手棍臀腳棍，腳呢十把打開來。右手嘅手把掌也打開來，嗰一隻意，我哋注意講，我哋呢呢頭喺左邊，嗰陣我哋轉嘅時間呢，我哋呢腳盤同手盤轉向起來，單方嘅手也同樣程度嚟轉向起來，放出去，嗰嚟跪掌嚟，跪掌過後呢，我哋重新呢向右邊，我哋轉嚟到右邊的時間，我哋的眼神打出來。我右手的手指向下背，因傾下的時間，記得我肩頸轉向單方。我單方的手呢，手心向單方，手指向落背。我腰骨高骨轉一下。轉一下，我手指右手的手指朝前面，我左手的手把掌向後背，我手指向後背。你一轉的時間，我傾下去，我兩隻手心相對，對過後我左手向下背，右手向單方，因撈向起來。我哋呢腳嘅起嘅呢頭呢，喺我哋呢右腳，我哋呢左腳呢，變鬆來，行啦下變鬆來。對我哋呢手關節同腳關節呢，一點一點用嚟轉入來。當兩隻手向下，都有時間放出去，上下延長出去，放出去。過來回掌，向另一邊。要注意那點，係要注意我哋呢眼神。轉的時間唔好轉對安尼，你轉對安尼呢？我哋一隻一手棍我哋一片呢人講淋巴腋下淋巴分經淋巴膜滑土按摩到我哋轉的時間我哋呢切頭，注意我哋呢切頭唔好超過我哋呢腳趾，講我哋企啦上十八錯下去，所以要注意地方。注意地方，我哋所以講天天嚟轉下嘅時間，鬆平來，兩隻手，相對嘅時間，
人定的时间注意哦，我要定的时间我要咋讲？是送的哦，两送来。以上呢是我哋做祈禱嘅動作，接下來呢，我哋要做禱禱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拿到一張凳嚟聽到我哋嚟做。而家呢，我哋喺做接住嚟做我哋禱禱嘅動作，觀眾朋友拿到凳嚟聽我哋嚟做。凳嚟呢要注意講安全性嚇，唔好有連嘅嘢，我哋呢安全第一。而家呢做呢都會講我哋錯嘅時間，佢用錯1/2同1/3。人錯嘅時間呢，我哋呢等呢要穩定性，在做嘅人我哋呢霹靂一樣長，拿好起來嘅時間，數呢一個向下背，數字呢我右數數字向下背，左數數字向大方。大項嘅數稍微轉一下，轉嚟當我哋頭拿線嘅數字，數把掌向大項，我哋嘅眼神這一片，過來壓縮下去，轉壓縮下去嗰我哋兩個數把掌轉一下，數心相對。放放起來，用隻手上下，一個上一個下，放放起來。注意地方喺底下，我要隻腳邊上來伸出去嘅時節，我拿出去。我墊嘅時節，我對我腳盤，腳盤墊放起來。然後咧，我腳縮入來，再過來我係穩片嘅時間，我左數嘅數字向右邊，我數心向大方，我重量這一片，我講緊轉嘅時間，我注意講，我轉嘅時間我冇轉得到安尼哦，轉得到安尼，我哋嘅眼神都扭喺歪喺度。那轉我講緊，轉嚟過後，我腰骨同高骨變上來，變上來壓縮下去，延長我哋嘅背囊筋，兩隻手呢，一個向老背，一個向前下背嘅時節，手心相對。一隻腳伸出個垂直，我哋呢手向地背，打開來。我哋呢豎臀腳呢頂一下，延長出一下。我哋呢豎臀腳有一個做一個延長出去，再跪到正來。跪到正來時節，我哋穩片，
打开嚟嘅隻腳一變鬆來，我哋定嘅時節腳掌稍微扭放起來，兩隻手，兩隻一隻腳，天天嚟延長出去，傳出去。我哋跪倒咗嚟時節，腳縮一下。在溫一片嘅時節，記得我哋嘅肩頭唔好壓放起來，我哋嘅肩頭變鬆來，上下延長出去。以上呢係我哋做初道嘅動作哈，觀眾朋友，我哋初道嘅動作呢，好好嚟做呢，訓練我哋嘅眼神哈，幫我哋嘅眼神看見，我哋下一次嚟了。